早晨啊，中午好啊，各位，歡迎入嚟蚊姐聊車直播間，我係主播車車，歡迎各位老細，呢邊係蚊姐聊車，我係主播車車嚇，想了解咩嘢車？咁循例講聲啊嘛，咁啊今日嘅第一次見面，咁肯定要講聲早晨㗎啦，係咪先？傑仔河。歡迎各位朋友嚇，未點關注點波關注先。今日嘅話呢，又係我啊車車同大家直播啊。嗱，琴日好多七七八八啦，而家行。我唔威啦。換咗對皮鞋啊！你唔好亂咁冚喎，冚親我隻腳，二次傷害弊家伙咯喎。我養你。食屎啊你！打個咩先？8萬8。打個8萬8過嚟先，誠意金啊！保時捷 GT1 當代步車啊，咁鳩緊要？冇喎，冇保時捷 GT1 喎，暫時啦。呢邊個小米 Ultra 啱唔啱啊？新收翻嚟嘅呢台1500匹馬力嗰台啊，啱唔啱？心水嗰位老細。嗱，呢台車呢就1500匹馬力嘅小米 Ultra， 1500匹可以幾快呢？就好似揸飛機咁快，可以落賽道㗎呢台車。嚟未點關注點波關注支持一下，呢邊係蚊姐聊車，我係主播車車嚟嘅。咁啊左上角有關注兩個字，幫我點擊消滅咗佢得唔得？關注點一點，祝大家幸福到永遠啦！今日嘅關注目標呢，可唔可以幫車車完成50個關注目標啊？最近嗰個漲粉啊，漲得好慢啊，好慢啊！能不能幫忙？V16 當代步車啊，咁你要嘅話都可以幫你揾嘅，係咪先？嗱，想了解乜嘢？想了解乜嘢車人大膽飄喺公屏上邊？為啥這麼模糊的？你們看我模不模糊啊？你自己看一下。為啥這麼模糊啊？好模糊哦！來，歡迎進來直播間的各位家人們哈，這邊是文姐撩車，我是主播車車。嗱，我哋嘅小米 Ultra 有冇人中意嘅？有嘅話呢，大膽報上名，你的名字來喎，不行的話我就下一台了喎，好不好？來下一台，來看一下，我們逛一下展廳，看看有什麼適合大家的車型哈，睇下有咩適合大家嘅車型先，各位朋友。想了解乜嘢車型，記得話俾車車知哈。係乜嘢啊？V16啊，拖拉機啊，拖拉機先有 V16啊，唔知喎，V 啊 LV 啊，嚟歡迎各位朋友嚇，嚟呢邊呢會收咗台新嘅i4係嘛？哦 i3係嘛？i3翻嚟喎，新收翻嚟電車 i3啊，你哋中意嘅，非常之具有科技感嘅一台。電車 BBA 嘅電車嚟呢邊嘅話，仲有我哋嘅哇X4喎，X4M 喎，呢台都係 M Power 嚟個 X4M Power， 腳做乜嘢？插混的油電插混的雅閣有嗎？沒有，沒有，好像亞洲龍有一台，亞洲龍有一台啱唔啱？啱個留言俾我嚇，睇下展廳有咩車翻嚟先嚇。跟住呢邊係 C 級 C180 C260嚇，14萬幾預算都有嘅 C 級。嗱，未點關注點波關注支持一下，呢邊係蚊姐聊車，我係主播車車嚟嘅。咁啊呢度呢有最新款嘅一個保時捷帕拉梅拉，仲有 Taycan Turbo 5字頭帶走啊，X4什麼價？X4什麼價？你想要預算幾多？你話俾我知啊！阿新瑤，隻腳係啊好到七七八八啦已經。嚟呢邊，喂！我哋新增咗一個茶台喎，自助茶飲喎，唔單止有凍飲，仲有熱飲喎。嗱，兄弟們，嚟各位朋友，仲有最新款一個530啊，530 Li 專享嘅，依家有兩隻顏色，一隻灰色，一隻嘅話就紅色嚇。呢邊全部都係5系喎，20款到24款都有嘅車喎。想了解乜嘢車人，大膽飄喺公屏上邊話俾我知就得㗎啦，好唔好？參有車啊，參你要幾多年嘅？2.0定3.0？你話俾我知先。2.0定3.0？話俾我知先，或者你將你嘅預算飄出嚟話俾大家聽，同大家介紹一下，好冇？嚟各位朋友，想不想看一下這台車？3.0啊，50以內啊，
我哋有一台50幾嘅4萬零公里，唔知你啱唔啱呢？專享嘅，帶你睇睇先好唔好？嗱，呢台X4M 啊，等間上到100人好唔好？唔好離開直播間，我踩幾腳油門俾你聽下。OK， 睇下我哋嘅50左右嘅一個X5先，好唔好？50左右50幾嘅，嚟呢邊。嗱，寶馬X5嘅話，而家非常之多車，2.0、3.0進口國產都有嚇。跟住呢台，我呢台2.0嘅，呢邊嚟上班可以着人字拖㗎。嗱，呢台啊，22款我腳趾公拉細啊，22款嘅Xgyro 40 LIM 運動，2023年3月份上牌4萬多啲公里數嘅。呢台 Li 嘅專享 M 運動 3.0T 嘅排量啊，538000、538000全能車型，點解咁講呢？牌子有，面子有，牌子有，里子有，空間十分之闊落，配置都好高嚇。咩盲區監測4門無時進入啦，仲有火山同內籠電動收縮踏板啦，仲有我哋嘅台顯啦，哈曼卡頓音響氛圍燈都有帶齊晒，底聲 click clack 冚唪唥都有嚇。呢台車俾到你3.0嘅一個動力，而且可以兼顧到家庭嘅需求喎，空間十分之闊落。呢台得唔得？灌籃高手，真係得不得？嚟538000元啊，538000精品車況，全部過到第三方嘅，唔使驚喺蚊姐呢度買到唔靚嘅車，我哋嘅車全部都好鬼靚啊！我先發個資料俾你睇先啦，灌籃高手，來點這個小風車，點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給我就行了，好嗎？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啊！啊，點擊下方小風車，佛山市桂城海八路呢一邊啊，好唔好？灌籃高手，車冇我咁靚，咁你哋入嚟直播間係睇車定睇人㗎？睇車定睇人嘅先？嗱，留低你嘅小微小先俾我啦，灌籃高手，我收到咗你嘅留言啦嚇。睇車睇人，我都話啦，睇我 OK。咁啊，有冇第一次入嚟直播間嘅兄弟們啊？有嘅話咧，幫手點個關注得唔得？左上角有關注2個字，幫我點擊消滅咗佢，好唔好？點擊消滅咗佢，人同車都要係咪啊 ？OK， 冇問題。腳做乜嘢？我隻腳趾有啲問題啊，七八八啦，好得。我早幾日直播時同大家講過啊。嗱，呢台啊，敞篷跑車啊，夏天到啦，仲唔買翻佢翻屋企兜兜風？呢台車啊已經停喺度，差唔多有3個月時間啦，一日未賣出去，我一日都要同大家介紹呢台車啊！呢台有冇人中意㗎？買了車才看到未來是吧？睇車順便睇我係咪 ？OK， 嗱，同大家講下。點樣攞到我哋全場車源表130幾台現車資料呢？嗱，點呢度啦，兄弟，嚟點呢度，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我會發翻全場嘅車源表俾你，記得留低你嘅手位手先嚇。咁我依家同大家介紹呢一台呢，就4個座位2隻門嘅敞篷跑車，呢一台425IM 運動啊，2023年上牌行駛咗係3萬零公里嘅車，依家直播間一口價係報到係333800。嗱，呢台車唔單止可以搭到你嘅女朋友啊，你個好閨蜜、好兄弟，仲可以啊坐喺上邊蹦叉叉都得喎，兄弟們。後排空間十分之闊落喎。嗱，呢台 M4 啊 ，M4 X4M 得唔得？呢台係425嚟嘅。嗱，雖然咧我腳有啲跛下咁樣，但唔影響我企喺上邊蹦叉叉啊！有冇人願意上嚟同我一齊蹦叉叉嘅？嗱，各位朋友嚇，呢一台車佢嘅敞篷咧係非常之大嘅，你睇下咁大一台車，你回頭率十分之高。有冇人想睇下呢台車關翻個篷好睇定係開篷好睇先？有冇人想睇？想睇話飄個1，我帶條車匙帶大家睇睇好唔好？想看飄個2。有5個人想看，我帶條車鑰匙帶大家去感受一下關上篷的樣子，好不好看？好嗎？來一個，還有嗎？光頭司令好正，人正定車正？嚟2個3、4、5 3個人想睇係嘛 ？OK， 嗱，點個關注先啦，咁多朋友入嚟直播間，哎呀有啲難落車先。嗱，點呢度？
來點這裡啊，關注點一點，祝大家幸福到永遠哦，12年行大運哦！來，各位老闆啊，帶條車樹同大家感受一下啦喂，嚟仲有乜嘢車型要了解嘅，大膽飄喺公屏上邊啦喂，話俾我知啊！我同大家去介紹一下，咁大家都知道蚊姐寮車呢邊賣緊係咩車啦？奔馳、寶馬、奧迪、保時捷唔使講，路虎全系列、雷克薩斯通通都有車嚇，仲有新能源嘅好多嚇，仲有小米 Ultra 喎，拖鞋短裙，廣東富婆標配係嘛？即係我手上邊仲揸緊一紮車一紮咩啊？嗰個叫咩啊？出租屋嘅鎖匙。咁但係鎖匙就冇啦，屋嘅鎖匙就冇啦，車匙我就大把，帶你哋睇下，好唔好？好多喎，喂，我係叫咩啊？包車工啊，包車婆啊，唔係包車工啊，嚟呢邊啊，俾你睇睇啦，咁多位朋友，嗱屋嘅事我就冇啦，車嘅事我就大把啦，嗱咁樣 show 俾大家睇下先，嚟未點關注點乜關注支持一下好冇？左上角有關注兩個字，點擊消滅咗佢啦，好冇？車公主，如果喂，不如我就咁樣直播啦，好唔好啊？咁樣直播好喎，好似好緊要咁喎，得唔得？咁樣直播，嚟我帶條車匙先嚇。嗱，呢度全部一籃參，全部都係車匙嚟嘅。想睇乜嘢車呢？記得話俾我知，我會同大家介紹得清清楚楚啊，俾大家睇睇嘅。褲都嚟，嚟未點關注點乜關注喎？嚟帶大家睇下呢台先，敞篷嘅小跑車嚇。如果大家咧想了解乜嘢車咧，記得打喺公屏上邊話俾我知喎。我會同大家去介紹一下嘅，好唔好？嚟呢邊，感謝送的粉絲燈牌喎，幸運星1號，來這邊帶你看看。未點關注點乜關注先？我哋呢邊賣嘅車都係奔馳、寶馬、奧迪、保時捷啊，10幾萬預算都有啊！嗱，啱先講，唔知我隻腳可唔可以踩到油門呢？唔用腳趾公踩得唔得㗎？我隻腳趾公出唔到力喎，好似。等我試下先，我隻腳做乜嘢啊？腳趾公啊，踢足球踢到〜篤魚蛋啊！人哋打籃球篤魚蛋，我踢足球篤魚蛋啊！嗱，上車啦喂！上車睇下關翻個棚靚仔啲，定係開翻個棚靚仔啲？攝影師離遠少少，等我睇到台車嘅側面，好冇？嚟 OK， 關翻棟門。嚟各位朋友，未點關注點波關注支持一下先嚇。嚟着佢，喂，關佢。關翻佢先，嚟一齊數數關棚需要幾多秒啦，好唔好？關棚20C282324有車啊，小灰狼，我等間帶你睇啦，睇完呢台車先啦，車都變形啊，冇吧？嚟，攝影師給個好看一點的角度，他看一下，看看車有沒有變形，不是看我，是看車，看車。嚟關翻咗個棚啦，你哋覺得咁樣關棚好睇定開棚好睇呢？好正喎！兜風嗰陣時呢，回頭率滿滿呢，就將佢開個棚就得㗎啦，好唔好？呢台呢，就我哋嘅425IM 運動敞篷版本係咪啊？嗱，話我個尾牙開大咗係咪啊？咁等間點到1萬讚，我關個尾牙俾你睇睇好唔好？點到1萬讚，關個尾牙俾你睇睇好唔好？嗱，呢台嘅話呢，就我哋嘅一個425IM 運動敞篷版本嚇，咁2023年6月份上牌，行駛咗33000公里嘅車，保實標帶哈曼卡頓音響，依家一口價做到333800，333800就能帶走它。感興趣點個小風車找我拿到全場車源表，來直播間的老闆來點這個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留低你嘅喂俾我，會全場車源表發送過去俾大家睇係咪？係啊，等間關咗，等間點到1萬個讚，我關俾你睇下得唔得？嚟，仲有咩車要睇啊？仲有咩嘢車要睇啊？各位朋友，嗱，呢台車又過啦噃，333800啊！呢一台小米 Ultra 有冇人中意嘅？小米 Ultra 啲風吹得咁大，個話自己已經訂咗嘅，問下你嘅車到未？
但係你嘅車未到唔緊要，我嘅車到啦。呢台車個標係金閃閃㗎，24K 嘅一個金標嚟㗎，仲有拉花選配咗非常之多東西嚇。各位朋友，呢台呢僅行駛咗呢係2000公里嘅車啊，碳纖嘅倒後鏡。半隱藏式嘅一個把手，全車 Alcantara 翻毛皮嘅，哇！個運動方向盤幾咁運動，哇！台顯啊都有全車 Alcantara，連個頂都係嘅，仲有碳纖維嘅一個，哎呀，佢嘅音響都係小米嘅。嗱，呢台車嘅話呢，2000公里原版原漆保實標嘅，仲有非常之大家都好鬼中意嘅，竟然可以喺幾廿萬台車入邊有一個碳塗嘅一個剎車嚇，仲有我哋嘅咁大嘅大尾翼，碳纖大尾翼，呢台得唔得？金色城市，咁你過嚟咯，你過嚟啦，你過嚟等同大家證實一下主播係咪因為美顏開得大先靚，定係真係靚，好冇？嗱，呢台小米 Ultra 嚇，嚟依家嘅話2000公里嘅車53萬都唔使嘅價錢可以帶走，而且唔使你等。感興趣留言俾我嚇，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嚇，來點個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給車，沒點關注能不能點個關注支持一下？可唔可以點個關注支持一下車？今日嘅目標係50個關注，50個關注啊！嚟下一台，還有什麼車型要看的？各位老闆，飄在公屏上面，我先把鑰匙放回去先咯喎，將條車匙放翻去先咯喎。嚟取消關注再關注啊，咁也不用啦，也不用那麼麻煩嘅，直接關注了就關注了咯。嚟感謝關注啊，感謝各位老闆的關注，祝你們年年暴富哈。Coco 係邊個啊 ？Coco 係邊個？奧拓介紹一下，嗱佢話 Coco 噶，多謝點讚嚇。奧拓介紹一下，冇奧拓喎。奧迪得唔得啊？叉地開住台奧迪先啦，好冇？嗱，仲有呢，我哋非常之多車喎，又靚咗，係咪換咗人？可能你今日心情好啫，睇我都睇得順眼啲。之前睇我嘅話唔順眼咯，心情唔好，今日心情好啲，係咪揾到好多錢啊？今日係咪荷包入帳好多啊？嚟 KK 幾時播啊 ？KK 啱播完，等間2點鐘播吧，應該2點鐘播吧。多謝各位朋友嚇，多謝各位朋友嘅點關注同埋點讚嘅。Bobo 你咪傻撚咗啊！今日咁 Q 熱，着乜鬼乜嘢啊？我都想唔着啊你！歡迎各位朋友入嚟直播間嚇，未點關注點波關注，有乜嘢車型要了解，大膽飄喺公屏上邊。嗱，你哋唔點菜唔點車嘅話呢，我就介紹啲福利車型俾大家啦。有冇人想10幾萬買 BBA 嘅？有啊，飄過1，包括奔馳、寶馬、奧迪都有。想不想了解福利車型的？想要的話飄過2，好不好？唔着唔好係嘛 ？Cici 啊 ，Cici 嗰個 Cici 已經退役咗啦，退役啦 ，Cici 退役啦。來福利車型來一波，好不好？條女可以，啲車仲掂，買車送車，送俾車得唔得？送車就唔得噶啦，好冇？嚟各位朋友，未點關注點波關注先。嚟福利車型來一波，10幾萬預算，想要了解什麼車型？我們這邊一大堆呀。20幾萬買瑪莎，20幾萬買瑪莎，20幾萬，30幾萬開波子大把客嚟呢邊，同大家介紹啲福利車型先。隻腳做乜嘢？幾時走㗎？成個月咯喎。係，你可唔可以體諒下人哋？即係人哋腳趾公都篤魚蛋咯，唔俾人哋着拖鞋都有嘅啫。唉，你冇人性嚟嘅你哋。嗱，呢台10幾萬預算揸奔馳嘅有冇？想要入手啊啲雅閣啊啲亞洲龍啊啲海味稅嘅朋友呢，二手車都要10幾萬，係咪先？但係你10幾萬可以俾你開到 BBA。奔馳嘅品質、奔馳嘅質感同豪華感，呢台2019款 C180 嘅時尚運動版，19年6月份上牌，行駛咗呢係5萬公里嘅車，
正品車況過到第三方，你放心，全部檢測報告俾齊晒你。呢台141800，1411800帶走它。雖然是180 C180，但是呢，它是 1.6T 的，動力不用質疑哈，還是嘎嘎強的哈。嚟，好，要扣錢啊？唔扣得唔得？唔扣得唔得？10代雅閣可以置換乜車都得，我哋全部都支持。買車賣車置換車都可以點擊一波小風車揾我哋蚊姐聊車同大家解決嘅。呢台呢，空間夠大，動力夠可以，性價比都夠高，內飾夠豪華，仲配一個柏林之聲嘅音響俾你。今天第一台福利車型給大家過了喎，141800，感興趣留言給我啊！點點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把全場的車源表免費發送給大家去看。唔准扣錢肯定啦，冇扣得唔得？我已經請咗1個星期假啦，冇舉報，冇話俾蚊姐知得唔得？但係蚊姐好體諒我，佢話你至少3個月着唔到高踭鞋，佢叫我唔好着高踭鞋，咪整到時有後遺症，你明唔明啊？嚟，你買咗啊？你買邊台？E38要幾多年款嘅？講俾我聽，幾多年款嘅 E38？嚟，呢啲都係10幾萬預算㗎，奔馳10幾萬預算㗎。進口標續版本又有，你話要長續家用版本都有嚇。你買了是吧？嚟呢一台嘅話呢，就係進口版嘅標續版嘅祖母綠嘅外觀，加埋紅色嘅內籠翻模雙拼嘅一個內飾嚟嘅嚇。21年7月份上牌，26000公里嘅一個 C260星耀珍藏，柏林之星都有帶，189,800配色啊，非常之好睇。呢個係黑龍啊，唔好意思，仲有一台紅龍嘅嚇。嚟，紅龍喺前邊，馬仔唔係有啊，要幾多年份㗎？幾多年份㗎？你話俾我知啊！E385係大把車啦，我哋依家講緊福利車型嚇。嗱，呢台189,800，感興趣留言俾我，車源表全部發俾大家睇，全場130幾台現車發俾大家睇，點擊下方小風車嚇。23款嘅一個E38 OK 嚟啦。有乜嘢車？有好多車，20款到24款嘅5系都有車。我哋睇完23款嘅 E 級，跟住去睇我哋嘅5系啦，好唔好？來車源表啊，留言給我，留下你的小微小先，唔騷擾唔打擾，車安排個靚女小姐姐發全場嘅車源表俾你去參考一下嚇。大家都知道啦，咁買車唔係買生菜㗎嘛，我哋閒閒地都10幾萬嘅最低嘅。你一定要貨俾3家，價俾5家先去拿先啊！依家呢個年頭啊，做生意係唔容易，揾錢係好艱難嘅，好冇？我哋對比下車人先去作打算嚇，唔係話問我攞咗車源表就即時你個銀行卡賬戶就扣晒錢㗎啦，唔係㗎，叫你對比下先俾你睇下我車源表，睇我啲車夠唔夠靚仔，你先至拿先啊嘛！嚟呢台。呢台19款嘅一個 S4503係咩價錢？你要咩價錢？不如你話俾我知啊！我哋好多嘅噃。嗱，呢台23款 E38L 豪華版，2023年1月份上牌，48000公里，非常之精品嘅車況，原版原漆呢台，378,800 ，378,800。呢款嘅內飾，我個人認為呢，我中意過。依家新款嘅嚇，你自己睇下內飾啦，中籠嚟嘅，4門模式進入360全車影像，柏林之聲音響，電動座椅調節，加熱座椅都有帶嘅，呢台得唔得？好似市場阿姨講嘢，車聊蚊姐聊車喺度。嗱，呢台得唔得？378,800，即係你話我似市場阿姨，係咪覺得我好有親切感？嗱，點呢度啦？點呢度啦？唔係 OK， 唔係，來點這個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E300好冇？嗱，E300呢度成排都係嘅，我只不過同你講咗其中嘅一台。如果你要我哋全場車源表嘅話呢，唔該你高抬貴手，點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X3幾多錢？X3依家10幾萬預算都有啦，唔係嚟啦，唔係 OK， 唔係。10幾萬預算都有啦，睇你預算去到邊度，我哋睇完5係可以睇X3冇問題嚇。嚟呢邊要看5系的朋友啊，不是對你不在意，而是哥哥你沒有開5系。
的護師，想看護師票個一，我看一下啊，幾銀呢度？呢度幾銀呢一台呢，就係新款，唔係全新大改款嘅，外觀呢，成個變形金剛咁非常之大隻，仲有非常之有肌肉線條感啊！咁啊，同傳統嘅五系呢，係多咗一分運動氣息，更加之運動咗啊！呢台24款530 Li 專向 M 運動24年2月份上牌，原版原漆行駛咗呢係6000公里嘅車，6000公里嘅車。383000八帶回家，舊款幾銀啊？舊款差唔多幾多？30幾萬，都係30幾萬。我帶你睇睇好冇？嗱，呢台寶華偉健音響，施華洛世奇嘅燈，跟住嘅話咧，台顯啊水晶3件套 Napa 嘅網紋嘅一個火山紅來龍啊都有嘅喎。嗱，空間都好闊落嚇。上邊仲幫你配咗個13.1寸嘅大屏幕。我有點想上廁所。那你叫個人下來啊？不用了吧？叫阿拎過來就行了。摸一下吧。我自己幹嘛不叫啊？怕啥？我來叫就行啦。來，感興趣點個小風車啊！點個小風車，點個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就可以啦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就得噶啦。呢台新款嚇，跟住舊款嘅。睇完舊款睇X3，有冇人要睇X3嘅朋友？啊，看X3的朋友，你想去尿尿啊？哦，那就叫他拎下來吧。來這邊啊，舊款嘅唔係，啊叫阿鐘幫你揸住先。嗱，呢台22款嘅530 Li 啊，22款嘅530 Li。領先嘅豪華套裝要舊款嘅朋友，22年嘅2月份上牌，行駛咗係4萬零公里嘅車，呢一台同樣都係精品車況，依家賣緊係313800。睇車話，唔好對住我個樣啦，睇佢，係啊，313800呢台得唔得？嗱，呢個新手攝影師咧，佢依家度運緊鏡，嗱喺度。但點這個小風車，點這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給我就行啦，好唔好？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咁我哋依家嘅5系咧，你想要22款嘅白色嘅外觀、紅色嘅內籠或者黑色嘅外觀、棕色嘅內籠，冚唪唥都有成10幾台現車喺度。啊，可以留言俾我，啊留低你嘅首位首先，喂，我會發全場車源表俾大家睇噶啦，好唔好？嚟，攝影師想撩撩，唔係想撩撩嘅，直接係想開大啊佢。嚟呢邊，邊個要睇X3嘅朋友？未點關注點幫關注，支持一下車得唔得？啊，支持一下車得唔得？呢邊仲有好多啲性價比非常之高嘅，依家嘅X3價錢都非常之香嚇。譬如話我身後呢一台咁啦，當年嘅最高功率200 IM 運動版本嘅X3，公里數好鬼少，4萬零公里嘅啫。啊，呢一台未改款之前嘅嚇，睇下啦，爆石啊佢要。呢台係歪中呢啊！哈曼卡頓音響都有帶嘅，寶馬X3啊，中型 SUV 空間夠闊落，配置夠高，性價比非常之高，216800保實標47000公里嘅車啊，感興趣留言給我，好不好？來X521嘅睇睇係咪？來點這個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就行啦嚇。X521我睇下先，呢台幾多？好似係22嘅呢台，俾你睇台22嘅啦，好唔好啊？藍色激光大燈，跟住有我哋嘅360全車影像，呢台咧係22款嘅XDrive 40 LIM 運動嘅 3.0T 直列6缸發動機，2023年3月份上牌46000公里嘅車，依家直播間報價係538,000，538000就能帶走它。感興趣留言給我，好不好？感興趣留言給我，來點這個小風車，點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就得噶啦，好唔好？我會將全場嘅車源表都發送俾大家睇，包括X5啦、X3啦、X乜都有啊！啊，仲有一台叉到好緊要嘅車俾你睇下，唔係叉雞嘅叉，係X4啊 M Power 嚇，15萬預算有咩筍嘢啊？15萬預算睇你要乜嘢？奔馳啱唔啱？呢個
啊，即係車唔性感，即係呢個先性感，係嘛？嗱呢台咧就同大家介紹嘅5萬首付可以啦，15萬首付可以帶走啦。係啊，冇錯。如果你話15萬預算要 BBA 嘅話，我哋都有好多車客啦，教你哋點樣領取啦。我哋全場車源表呢度啦，嗱老細們點擊呢個小風車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給我就行了，我會把全場車源表免費發送給大家去看，好冇？唔使錢嘅。咁我同大家介紹呢台咧就X4嘅 M Power。3.0 直列6缸發動機，爆發出幾多匹馬力？你講581 580匹馬力喎。呢台車嘅機頭唔同嘅喎，係你可以花小錢辦大事嘅喎，可以用最低嘅價錢攞到嘅一個 S58 機皇發動機啊！兄弟，有冇睇我最新嗰條視頻啊？好唔好睇啊？嚟呢台，係啊！哇！兩個外國友人喎，睇下啦。嗱 ，S58 發動機啊 ，M Power， 跟住 S58 580匹嘅馬力，喺幾廿萬嘅預算入邊 SUV 嘅動力，應該冇人可以同佢比吧？有冇車同佢可以比到？機皇喎，緊唔緊要啊？新車落地成100萬，但係依家嘅話咧，行駛咗19000公里嘅車，直接係幫你打咗個5折翻屋企。嗰日咧有個包租仔啊，唔係包租公，因為佢話佢自己好後生，佢話過嚟揾我睇車嘅，唔知有冇嚟？留言都冇留俾我，唔知今日有冇喺直播間咧叫包租公嘅朋友，我點你名啦嚇。嗱，佢話好鬼中意喎。話馬上拿下喎，鳩我。2023年8月份上牌19000公里 X4M 嘅雷霆版本，依家賣緊係49萬8啊！即時幫大家慳咗一半嘅價錢，省了500，省了50個 W。你是會運進的 A5 有車嗎 ？A5 有車啊，兄弟們，來這款 X4M Power， 點個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全場車源表免費發送給大家去看。嗱，呢台車啱先成100個人喺度睇佢啦，想唔想睇下我着車，踩2個油門俾大家聽下？唔想。想唔想？唔想。想嘅飄過1，唔想嘅飄過2。唔想嘅飄過1。想嘅飄過1。發咗就未加，我等間加你啊，好唔好？X6M 暫時冇喎，暫時冇。ES300 有車啊 ，ES300 有台23萬幾嘅ES300H 揾我攞資料啊！嗱，點樣攞到咧？點呢度？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給我就行啦啊！聽唔到㗎，你喺度睇先得㗎嚇。嚟睇留言俾我，發資料俾你睇啊！嚟 A5 睇下啦，呢台 M Power 冇人睇過我就過咯喎，沒人看我就過咯喎。來下一個 A5 來看一下，用戶你留言俾我啦 ES 嚟 A5 呢台咧，連行家都話我哋買得好鬼平嘅一台 A5。5個座位4隻門無邊框車窗，俾到你嘅掀背造型，10幾萬預算可以帶走。10幾萬預算，看4門無邊框車窗，好正喎！話我個頭似 A3，我個頭似 A3，個車頭似 A3， 10幾萬係啊！嗱呢台咧就21年嘅1月份上牌，6萬零公里嘅車，精品車況。唔似啊！肯定唔似啦。呢台40嘅時尚智雅版19萬8000，你睇下個內飾好鬼正。好正啊！你看，寶貝，這是什麼？冇亂咁叫，冇亂咁叫。冇亂咁叫啊！哦，唔好意思啊，老細，你看這是什麼？無邊框嘅。無邊框嘅車門咯，平底方向盤喎。其實佢內飾冇咩好講啫喎。冇咩好講，奧迪都係咁噶啦。奧迪都係咁嘅啫喎。睇我好過啦，唔好睇佢啦。嗱呢度啊，呢台啊，睇佢個背，呢台車要睇掀背啊，掀背造型好睇啦，即個。掀背啊，10幾掂水，真係掂，行家都話我哋賣得平嘅。嗱呢台，哎呦 A7 先有嘅掀背造型，你40幾萬買進口 A7，但係咧二手車啊我講，但係呢台 A5，哇台車真係長真係白，台車又長又白啊嘛，你是會搞流量啦。嚟呢台咧，依家嘅話賣你19萬8000， 6萬零公里，精品車況精品車況。我行開啊，唔好意思，佢唔想睇我，佢叫我行開喎。你睇啦，唔好意思啊。睇車啊。佢睇車。
好大嘅屎忽，我睇個後備箱，好正啊！嗱，你講啦，俾你講，得未？睇睇車車嘅屎忽啊！佢話。啊，問都唔理我啊，唔好意思喎，我理你啊，你講乜嘢啊？你有啊，ES300有車啊，也不怎麼樣，是我不怎麼樣，還是車不怎麼樣？你講清楚一點哦。如果說你說我不怎麼樣的話呢，我不會生氣，但是你說我的車不怎麼樣的話呢，那我可會生氣的哦。啊，我告訴你哦，有沒有見過沙包這麼大的拳頭啊？我哋呢台車仲唔靚仔，198000、6萬零公里精品車況，全部過到第三方嘅喎，啊，198000喎，嚟俾你空間大嘛？睇下唔係有車，幾多年份嘅唔係啊？也不怎麼樣，都不怎麼樣是吧？車也不怎麼樣，人也不怎麼樣是吧？哎呀，好兄弟真的是服啦！哎呀，有啲嘢咧唔係話大就得噶啦，係咪先？唔係話大得咯喎。咁你要空間大，有好多俾你揀㗎，係咪先？咁你有啲車咧係俾唔到你大嗰種感覺，但係佢有種型嘅感覺㗎嘛，係咪先？細有細嘅好處，大有大嘅好處，係咪先？各位朋友點個小風車，點個小風車，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全場車源表免費發送給大家去看下，又唔夠霸氣係嘛？霸氣有霸氣嘅車，來5C 的朋友有幾個在直播間在的話 ，Q 個1給我看一下，我給你介紹一台非常之筍盤嘅5系，好唔好？兄弟5系，梗係大好啦，梗係大好啊！主播係咪廣寧人？我啲廣寧口音咁重咩？我東北的。啊？我東北的。我是東北的兄弟啊！咱就是說，俺就是東北，咱就是東北的老妹兒，嚟呢台2020款530Li 專享 M 運動，要睇5系嘅，要睇20幾萬嘅5系嘅，20年上牌嘅，行駛咗7萬公里保實標，呢一台賣緊係25.8萬精品車況，仲要專享版360啊，專享輪毂啊！橫區監測4門無視進入，哈曼卡頓台顯冚唪唥都有齊晒，後排仲有 iPad 添㗎。嗱，呢台得唔得？嚟看這個5系依家好多車㗎，其實呢台咧只不過係20款嘅，我認為係性價比比較高啲嘅，要空間有空間，要配置有配置，要性價比有性價比嘅一台車係推介俾大家啦嚇。除此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多。成10幾台現車喺度嘅，感興趣嘅話留言嘅俾我啦，梗係來點這個小風車，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給我就行啦，好嗎？嚟，你要買車啊？對拖鞋比高踭鞋仲高，咁你就錯咯喎！我啲高踭鞋成9公分，我呢對拖鞋先4公分啫喎！啊，你真係啊！你的眼睛就是尺嗎？啊，比我的高跟鞋要高，你亂講，我都9公分的高跟鞋我穿不了。嚟，有冇15萬左右嘅3系169800嘅4系要唔要睇？要看 Q 個2 169800 4系要睇，票個1俾我啦，好唔好，兄弟們、老細們？嚟，未點關注點波關注支持一下車車得唔得？左上角有關注2個字，點擊消滅咗佢啦，我後邊呢台 OK 冇問題。嚟，這台5系雙 L 大燈嘅，咁啊呢台咧就正咯喎，530Li 都係專享 M 運動嘅。嗱，2023年2月份上牌48000公里嘅車，依家賣緊係35.3835.38就能把它帶回家，你看看呢 ，nice。嚟呢台。啱先邊個話要睇啊？15萬左右3系4系唔要啊？4系唔要啊？4系都好正啊，兄弟。嚟紅龍嘅氛圍燈台顯都有喎。呢台有台顯過選配嘅喎。嗱，座椅電動座椅調節按摩都有嘅喎，好似。可以有這台。是不是？哇，配置好高哦，這個哈曼卡頓音響也有哦。行嗎？那這一台怎麼樣？35萬多。35.38萬精品車況嘅我哋好多車非常之多，仲有23款嘅9000公里嘅都有，都係30幾萬預算帶走，但係運動版冇咁高配置，差唔多咁嘅價錢嚇。點呢度？點這個小風車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我會把全場130多台現車130幾台現車發送俾大家免費嚇，攞翻去參考一下好唔好？留言俾我啦，朗逸21有冇啊？冇做朗逸啊！如果你話10幾萬預算嘅話咧，可以考慮
奔馳 C 級14萬幾啊，或者係2係13萬幾，或者4係16萬幾咁樣咯。嚟睇下仲有咩車要睇嘅，各位朋友。歡迎各位老闆進來直播間哈，想要了解什麼車型，大膽飄在公屏上面。我這邊是文姐撩車，呢邊係蚊姐撩車，我係主播車車。邊個話要睇乜嘢車？話俾我知，記得留言俾我。嗱呢度，X522嘅有嗱3.0好唔好啊？X2啊唔係X5嗱。啱啱行到X5呢個區域，嗱呢啲咧都係2.0嘅新款嘅，3.0嘅新款嘅，跟住呢台咧就係22款嘅3.0嘅40啊，唔係呢就30條，隔離呢台，嗱呢台咧就係2022款 XDrive 4驅40 Li 嘅 M 運動耀呢個專享版本嚟嘅，2023年3月份上牌46,000公里嘅車。360有，激光大燈有，專享輪毂有，有4門無時進入有我哋嘅一個盲區監測，仲有我哋嘅電動收縮踏板，跟住嘅話紅龍嘅通風街嘴台顯氛圍燈同埋哈曼卡頓音響有。嗱呢一台咧佢係乜嘢咧？國產嘅，空間夠大。好闊落嘅空間，後排空間，跟住嘅話佢又3.0，又係直列6缸發動機，即係要動力有動力，要空間有空間，要牌子有牌子啊！嗱呢台538000 4萬多啲公里嘅車嚇，感興趣留言俾我啦，好唔好？嗱呢個老細點呢度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會將全場車源表免費發送俾大家睇嘅，好唔好？留言俾我發車嘅資料俾你睇啦，老細發車嘅資料給你看好嗎？那個燈飾老闆得唔得？好唔好？得不得？嚟歡迎各位朋友入嚟直播間喎。呢邊係蚊姐撩車，咁我哋嘅車型嘅話咧好多俾你揀。咁你話要奔馳又有，寶馬又有，乜都有嚇。3係有啊，3係唔爭。你要幾多年款嘅3係？3是要多少年款的啊？告訴一下我。做咩隻腳跛咗啊？你依家先知啊，好美，謝謝你哦。喜歡主播點個關注行不行？點個關注，點個讚。3是要23到25，OK。嚟呢邊23到25即係新款啦，咁你睇下呢台啦。嗱呢台係咪新款啊？呢台4K 連屏啊，蘭花自擋把。改款之後嘅呢台坦克外觀加火山紅內籠嚇，24年1月份上牌27000公里啊，哈曼卡頓都有帶嘅325 Li 嘅24款耀夜套裝，分黑嘅中網，分黑嘅輪毂，分黑嘅倒後嘅25萬8 25萬8000可以帶走佢啦。感興趣可以留言俾我，發資料俾你睇。呢台得唔得？3係新款嘅。非常之靚仔嘅車房，精品車房嚇，你點一個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就行了。啥？沒有聞到。主播帶你上高速是吧？對，就是說關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帶你上高速，就是這個意思嚇。跟住隔離呢一台咧就320嚟嘅，320。2024款320 LIM 運動馬力嘅話比325係少咗30匹馬力嘅，但係佢價錢少過5萬蚊喎，兄弟。呢台35000公里24年同樣1月份上牌，同樣2.0，同樣後驅，但係佢150幾匹馬力，嗰台180幾匹馬力。呢台咧就係209800，哇性價比真係高喎，平5萬蚊喎。少300幾匹馬力啫喎，你將個尾標一扣了它就不知道你開的是320還是325，夠用啦呢台睇下啦，東風本田7座車有嗰個豐田嘅漢蘭達啱唔啱啊？豐田漢蘭達章魚得唔得？你呢台白外紅內非常的好看，白外紅內得唔得？氛圍燈有喎，喂呢個氛圍燈仲靚喎，好似冰川女文版咁喎。得唔得啊？連屏嘅4K 連屏，嚟呢台咧就係320 320、325、330，依家都有車，白外、黑外、紅內、中內都有得俾大家揀嘅。點樣聯繫到我揾我攞資料咧？點呢度得係咪啊？菲菲嚟點呢度
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點這個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留低你嘅小微小信俾我得噶啦，好唔好？買車咧一定要多方對比，好唔好？多方對比，買車不是買白菜啊！我們要多方對比，貨比三家，價比五家啊！找我拿車源表，全場免費車源表發給你看啊，好唔好？嚟呢邊咧，仲有我哋嘅一個7座嘅 MPV 車。7座 MPV 車呢度，邊個話要7座 MPV 車嘅？菲菲係咪啊？嗱，章魚啊，嗰個叫章魚喺咩度啊？章魚漢蘭達喎，呢台蝕本出嘅喎，呢台本嚟打算賺大家1萬幾千蚊嘅喎，冇諗到今時今日咧蝕1萬幾千俾大家喎。漢蘭達嘅7座尊貴版2.5嘅2.0T 唔好意思，2.0T 嘅6000公里準新車，原版原漆，24年3月份上牌，1年2個月嘅車，但係喺展廳已經擺咗差唔多4個月啦。依家直播間報價24萬8。如果話咧，你哋要啲車咧，又可以幫你慳到油，又可以幫你慳到心，省心省錢又省力，空間又夠大，這台漢蘭達非常適合你。你要直升飛機呀？你想上天啊，兄弟！要直升飛機，我這邊唔賣直升飛機喎。台險啦，內飾冇咩好講，同埋雷克薩斯差唔多，比較簡潔啲。佢將嗰啲錢咧使喺嗰個刀刃上面，內飾方面都沒得什麼好說的，就是很傳統咯，很傳統的一個老派汽車的樣子咯。嗱，呢台得唔得？琴日過嚟啊，我琴日休息啊 BB。嗱，呢台7座版本啊，漢蘭達6000公里24萬幾啊，24萬6800可以帶走佢啊。如果你哋話家用嘅，你平時中意去行工地啊，包工頭嘅行工地底盤又夠高家用空間又夠大，呢台咧就20幾萬嘅預算可以。係啊，比較老派真係㗎喎。豐田嘅車有咩啫？依家就算佢最新款嘅豐田都係咁老派嘅。老積積嘅冇啲新意嘅，但係咧勝在佢3大件夠穩定佢嘅咩波箱發動機底盤呢啲咁你開10年、8年、20年、50年都冇咩問題嘅。感興趣點個小風車啦，揾我攞資料啦。係冇咩好講嘅，反正呢啲車就咩咧？就等於係賢妻良母咁樣幫你省心啊，省了很多心啊。它沒有風情萬種，但是它很安分守己，就是這樣子這台安分守己啊。滴滴你老表，你老虎得毛係咩意思啊？什麼意思啊？每個字我都能看得懂，我都認得。這拼起來的話呢，我好像一個意思我都 get 不到喎，兄弟。來，這個24萬8000感興趣留言俾我啦，嚟點呢度？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漢蘭達漢蘭達3個字發送過嚟得噶啦，好唔好？嚟2點啊？唔係，係咯，1點開嘅。嗱，呢台。仲有啲保時捷嘅朋友有冇人中意嘅？叮也叮不懂，寫又寫不會，是不是？你告訴我你要學什麼，你要看什麼車，你告訴我給你去介紹咯，兄弟。我不是那麼古板的人，雖然我普通話不標準普通話我不會講，只會給你莽推背講兄弟們。來，想要了解什麼車型，大膽票在公屏上面，再看一下那邊的車啦。呢邊都係 SUV 比較多啲各位朋友。保時捷中意咁我介紹一台性價比超高嘅俾你好唔好啊？好唔好？性價比超高嘅喎，賣你個頭啊，賣不了給你啊！嚟呢邊性價比超高，何謂超高呢？寶馬要保幾多先？你話俾我知咯。CC 呢 ？CC 去咗發達寶馬幾款鼻涕，咁核突嘅你，鼻涕撈飯喎，有畫面感我都有畫面感啦，天啊，腦瓜子嗡嗡的，乜你有咁嘅嗜好嘅？我買支豉油俾你好唔好？你冇鼻涕撈飯，你豉油撈飯咧得唔得？唉，真恐怖啊！佢做乜嘢？三係有三係要記得年本鼻涕撈飯。話俾我知帶你睇睇你驚我都驚鼻涕撈飯咁驚嘅真係。嚟呢台性價比高嘅，啱先邊個話要保時捷㗎？
3折帶走喎，比新車平咗120萬喎。你要知道呢台車新車落地仲貴過一台帕拉梅拉嘅行政加長喎，180萬落地嘅19款嘅 Taycan Turbo 啊，2020年6月份上牌，4年幾嘅車，差唔多5年車，但係佢先行駛咗19000公里，幫你慳120萬，598000，純電續航去到600幾下，呢台幾錢啊？59萬8啊，兄弟，交還得不得？中意我得冇得？中意咯，咁你中意咯，呢台得唔得啊？嗱，滿配嘅，反正你見到嘅咩羅盤 SC 組件。啊！呢台咧係帶一個柏林之星嘅音響嘅，啊，仲有啲電級門啊，乜柒噼里啪啦啊，輪毂啊都選咗。呢台咧啊冇電級門㗎，尾翼啊都有，嗱得唔得？唯一可以嗎？怎麼按啊？按哪裡啊？按這個，按這個，不行啊！這個，來這個得唔得？幾多蚊啊？呢台幾多蚊啊？B B， 呢台598000蚊啊！喂，哦嗰台啊，嗰台都得喎。呢台咧就598000蚊啊，19000公里嘅車，幫你起新車嗰陣時咧，新車落地180萬，慳咗120萬啊！呢台對不對？這台趕先去留言給我，這台有點舊啊，唔夠啦，年份舊啫喎，公里數好少啫喎。50幾萬，點呢度啦？白色嗰台啊，白色嗰台新款嘅，點呢度小風車看出2個字發送過嚟。嚟你要新嘅呢度得唔得？但我個朵肯定可以。索下咩味？索下先。有咩味啊？咩味？金錢嘅味道。呢台夠唔夠新啊，兄弟？呢台夠唔夠新？嗱，同樣50幾萬預算，你哋會揀小米 Ultra 定係會揀啱先台 Taycan Turbo 先？可唔可以老老實實話俾我知先？直播間咁多位兄弟，揀小米嘅票個小米，揀保時捷嘅票個保時捷。哦，嗰台真係保時捷。嚟呢台得唔得？白色嗰台睇睇啊 ，Taycan 啊，白色嗰台唔係 Taycan 嚟㗎，嗰台係柏梅嚟㗎。你留言俾我啦，你留言俾我，你要揀 Taycan嘅話，你留呢度。啊，留個言俾我，看出2個字發送過嚟，我會把全場車源表發給你看。嚟，我哋專業嘅銷冠過嚟介紹下呢台車啦，幫我上貨得唔得？啱啱新收翻嚟，我嘅業務知識未有好熟練。呢個咩嘅？呢度係咩啊？輪毂、碳陶剎車肩。啊，個鮑魚嘅都鮑魚嘅。10活塞。10活塞啊？係咪啊？冇錯。算你啦。你考下我。呢個幾錢？呢個啊，呢個拉花，呢個拉花6000蚊。真係㗎？係啊。你確唔確定啊？唔好亂噏喎。啊，呢個肯定保時捷係咪啊？嚟呢台可以 C 嘅喎。仲有咩啊？仲有咩啊？阿根塔華定係天鵝絨啊？方向盤。方向盤有咩問題啊？阿根塔華。阿根塔華，仲有咧？阿根塔華。阿根塔華，跟住咧，仲有咧？選咗乜嘢啊？聽講話呢台真係選配咗好多嘢嘅喎。選咗拉花咯。拉花。尾翼又送嘅，碳纖嗰啲咯，都係送嘅啫，唔使選嘅。即係全部都係送㗎啊！首批車主都係送嘅。如果你係依家再落訂嘅話咧，就要俾錢啦。money 就要 money 啦啊！呢啲咧咩碳纖啊、咩尾翼啊，佢首批車主係送嘅。2000公里嘅車依家嘅話咧，就原版原漆53萬都唔使喎啊！要揀邊台啊？你哋自己都唔識啊？啱啱收翻嚟㗎，自己都唔識。你以為係啊？我唔識又點啊？睇，跟住咧有咩啊？哇！碳纖嘅車座椅喎，碳纖嘅座位喎，緊要喎，呢啲係送嘅。唔送㗎？依家唔送。依家唔送啫，當時係送㗎。依家選嗰個要選幾錢啊？依家送唔係依家選嗰個要選幾錢啊？1幾18000。18000啊？嗯。53搶啊你！搶？佢話你喎。搶？係咯，搶你搶就俾我。嚇？53搶啊你！51萬，我同我收台翻500公里。點500公里？呢台咪2000咩？唔係，我係要500公里嘅，51我同佢收。哦。53佢話好貴喎，點算啊？528000啫。哦，528000啫喎。唔使53啊？唔使53啊。呢台車新車落地幾錢啊？加埋扣住稅56到啊。哦，新車落地要56到，但係你依家係喎，你依家去佢個小米店嗰度買嘅話咧，要等成年喎。小米店啦，連手機都搞到睇到啦。
係喎，你去手機上邊買要等成年喎，但係你喺呢度買嘅話咧，2000公里原版原漆，等於係你借咗俾你兄弟去開咗2轉嘅意思啫喎，幫你慳咗有成4萬蚊喎，成4萬蚊喎，係咪啊？嗱，呢台車得唔得？仲有成年嘅時間咧，你成年可以揾幾錢啦？你諗下啦，你睇你知好有實力㗎啦，成年可以揾10台咁嘅車嘅錢都唔止啦嚇。嚟，各位朋友，想睇咩車？點擊下方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給我就行了啊！看車2個字，還有什麼車型要了解的，大膽飄在公屏上面，係咪啊？係好過去搶係嘛？咁啊做生意肯定要賺錢嘅，做生意肯定要是撞牆的嘛，不撞牆怎麼做啊？這個生意做不了一點，我兄弟，不是做慈善喎，是做生意的兄弟。來，歡迎各位朋友入嚟直播間嚇。個尾箱係咪好睇啊？我尾箱都不是肩背啦，有啥好看啊？沒啥好看的啊，就這樣子啊，翹高高的，48收啊，估計。應該車主都2000公里48收不了，應該冇可能吧？咁啊車主佢自己唔係傻㗎，佢蝕咁多佢都出咩？係咪先？小米比較保值啲嘅，係保值啲。好似出咗視頻啦，好像出了視頻啊，你們去看一下唄，多少收的啊？蚊仔撩車嗰個視頻啊，40能賣嗎，兄弟？你嚟猜橙字嘅咩？我呢台原版原漆嘅喎。2000公里啫喎，56萬落地依家唔使你等1年528000喎，可能賺你1萬幾千蚊啫喎，冇得啦，冇得啦，嚟點呢度啦？看這個小風車，看這2個字發送過來啦，唔好咩？小米幾好啊，我覺得。嗱，俾你睇下啦，40就假，40應該40肯定唔得啦。如果按照你嘅諗法嘅話，你哋覺得呢個52萬8貴咗定平咗先？可唔可以話俾我知？覺得貴嘅飄個貴，覺得合理嘅飄個合理，覺得貴嘅飄個貴，覺得合理嘅飄個合理。係咯，講粗口啊有咩？呢啲唔係粗口，呢啲叫做精髓啊，粵韻風華，呢啲叫啊，唔叫粗口。嚟，你們覺得便宜啊，還是貴啊？嗱，嗰個邊個啊？我唔識讀你個英文喎，點算啊？40就假嗰個啊！你要睇我哋嘅推勤嘅話，你留個言俾我啦，好唔好？留個言俾我，你要推勤，我留個言俾我，我到時有車第一時間發資料俾你睇。因為嘅話咧，我哋咧實時更新嘅，我哋呢邊咧在售現車有個咁樣嘅庫存表，你可以揾我攞到呢個車源表，係實時更新嘅。感興趣嘅話咧，你就留言俾我啦，好唔好？廖英基喎，40你考慮啊？唔使你考慮啦，我考慮先啦。我賣咗之後咧，我再賣翻出去，我賺2萬蚊，42賣俾你。嚟，我就賺2萬啫喎。如果40可以收嘅話，我唔貪心㗎，我賺2萬蚊出咯。咁但係俾佢執8萬蚊又點話啫？賺10萬蚊又點話啫？我賺2萬夠啦。嚟，歡迎各位朋友，如果得嘅話，係咪先？嚟，想了解乜嘢車型，大膽飄喺公屏上邊話俾車知下。你哋冇車要睇啦咩？冇嘢要講啦咩？啊？做咩唔出聲啊？啊？問你貴定平又唔覆我？佢打我！Look at my eyes 啊！Look at my 眼視，前邊好睇係嘛？小明做咩啊？佢老婆攞咗個40萬，然之後好慘啊！上交工之後。100萬啊！咩意思啊？我唔係好明喎。王小明啊！王小明做咩啊？不是那個，是小明建模。我知道，就王小明啊。咋啦？他老婆拿了他40萬，現在不給回他了。你認識他嗎？我是他的忠實粉絲。我都不認識，是誰啊？誰？誰啊？我不認識哦，誰啊？我問啥？回答我。是誰嘛？你 out。就說了回答我那個梗的那個人。哪個梗啊？回答我。我不認識啊，你給我看一下長什麼樣的。你們聽過嗎？叫咩名話？小明建模。小明建模，你哋識唔識啊？有冇刷到過佢啊？佢話俾老婆呃鳩咗喎。哎呦，咩嚟㗎？死火啦，小明！喂。這個他老婆。哦。
咁啊，好啦，唔好理佢啦，我都唔識佢。你弟們，未點關注點剝關注先支持啊，車車好冇？嗱，左上角有關注兩個字，關注一下車車好不好？我哋全場車源表嘅話咧係有120幾台現車喺度嘅，如果感興趣嘅話咧，可以直接揾我攞到全場車源表，好唔好？包括10幾萬嘅車啦，到幾百萬嘅車，我哋都係有嘅，好冇？係啊，唔知你哋仲想睇乜嘢車添？嚟。呢邊嘅話咧，仲有啲性價比好高嘅，講埋嗰台啦，4系啦，想要前任難忘記啊嘛，開車必須開4系啊嘛，嗱呢台4系嘅話咧，性價比好高啊，4門無邊框車窗帶掀背嘅造型嘅呢台4系啊。425IM 運動版未改款之前嘅中網咧，就係細細嘅鼻哥窿嚟嘅嚇。如果你話10幾萬預算你要買3系，不如直接上到4系啊，更加型仔啲。20年10月份上牌37000公里嘅車啫喎，後驅184匹馬力嚇，169,800，16萬9,800，感興趣可以帶走它。16萬9,800呢一台。翻毛皮嘅一個雙拼座椅啊！呢台嘅話咧，首付同樣可以做到1萬啊，1萬幾蚊可以帶走嚇。感興趣嘅話，可以點個小風車留言給我，點個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給我就行了，好嗎？來，我們今天的直播時間就到這裡了喎，拜拜。